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平安！让我们预备心，让我们等候神。主，感谢你，很开心在今天早上能聚集在圣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今早就让我们先安静心，感谢神，让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与他亲近。就让我们安静心与神来连结。主啊，我们合一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先为了几件事情，我们来献上你的祷告。求我们大家能够将心先安静下来，呼求主，现在就与你同在。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为了你自己过去一周所得罪神的，主，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为了自己的健康、婚姻、家庭、工作、经济与你的人际关系祷告。第三样，为了病痛的肢体、哀伤的家庭，我们也献上我们的呼求，求主来医治。也为了世界的和平，流离失所、哀伤的人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祷告。最后，我们为了威贤牧师今日的分享，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还是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来帮助我们看顾。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掌权在这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的家庭、工作、经济与人际关系，我们献上祷告。更为了身心灵软弱、病痛、哀伤中的肢体来祷告。主啊，你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我愿意向你承认我所有的罪。我相信靠你丰盛的慈爱，我的过犯远远的就离开我。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将自己的健康、家庭生活、婚姻、工作、经济与人际关系全然交托仰望，求你掌管在这当中，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你，我们将父将教会所有的会友、生病的会友、心灵软弱的会友，全然交托，求你来医治他们，求你来保抱他们，安慰他们。主啊，我们也为了世界的和平，现在所有的战争，主就求你掌权，让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得着安慰，带领这个世界恢复一切该恢复的，平衡一切该平衡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也为了威贤牧师今日的分享，我们献上祷告，求你来帮助带领他，让他今天口所说的分享的话语能感动所有会众的心。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孩子，咱们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你的
中曙光。你闭着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主啊，你是拯救的主，你的救恩必降临在这地。主，感谢赞美，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求你帮助我。主啊，感谢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无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求你医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无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无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里。主啊，求你扬脸光照我们，怜悯我们，医治我们的世界。求你赐下合一的灵，让我们重新合一，同心呼求你的救恩降临，使圣灵的火降下，除去一切的骄傲和不义。再次的归向神，我们同心祷告，盼望从神而来的平安，再次充满每个人的心中和这个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当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你就是在我们的身旁。谢谢你，我们深深的渴望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忘，使我心充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我永远的
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永远掌权在这当中。主啊，感谢你，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你必掌权。哈利路亚！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的百姓今天用着渴慕、热情来到主面前，先要经历神同在的喜乐，以及你所示丰盛的生命。主啊，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上帝掌权，圣灵在我们当中激励每一位，特别是今天有新朋友，我们的贝斯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圣灵亲自动工，让你的话语
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的敬拜跟祷告，能够感动每一位贝斯的心。愿神的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因为我们看见神的掌权，我们就越发的努力，一起为主传福音，让福音广传，许多灵魂得拯救。感谢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在，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对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福音主日，我们邀请王卫协牧师要跟我们做见证哈。刚刚我们看到前面呢有一些保留位，反而大家客气。这边好像比较拥挤哈，你们要不要有人移动过来这边比较宽松一点，坐得比较舒服，好不好？特别是2、3排可以这边有空位好不好？不用那么挤可以空一个位置可以稍微放东西都方便哈不要客气可以移到这边前面来哈，这个是摇滚区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是在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因为经文提供的经文不长，我们就把和合本以及现在中文本都来攻读。我们一起来攻读：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约伯你得跟上帝亲善和好，这样他就会赐福给你。接着我们请果子小子来为我们献诗，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之后我们请王牧师为我们来讲道。王牧师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认识耶稣得丰盛生命。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
谢谢我们的果子小组。我们每一次的第2堂礼拜都是由小组唱诗歌啊，他们每一个小组都有不同的风格哈。那我们等一下邀请王牧师来为我们做分享跟见证哈。所以我们小组员，你们如果带小朋友的，要到比较好照顾的地方，可以先移动哈。也在圣歌队席的也可以坐到前面来哈。好各位弟兄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先跟隔壁请安一下，说认识耶稣得丰盛生命，跟各位隔壁讲一下。好，感谢主，这个是今天我们王牧师要讲的分享的主题了哈。在他分享丰富的见证之前，牧师先做一个介绍哈。王卫贤牧师呢，是我们教会今年47年，对不对哈？47周年了。那其实他是最开创的时代，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他们原来是在中西区，然后搬到我们这个崇善路。他们原先是属于浸信会的系统的教会的会友跟青年。那来到我们东区那个时候我们附近都很多空地，很多甘蔗田他们就看见说原来这个富强社区有一间教会叫做富强教会所以他们就夫妻他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就来到我们富强教会，所以算是我们富强教会的头一代的青年头一代青年。那牧师在1990年很久了，33年前来到这边服侍。那1990年的时候呢，刚好我们富强教已经14周年了14周年。那个时候卫贤牧师就已经在美国读博士了。是你看多早至少是快30-40年前，他就是从我们教会出身，然后到台北读台大，那读兽医系，然后又读硕士，之后就出国研究那大概1992、93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中兴大学来当老师那一路呢，他不只是担任教授、系主任，还有担任院长，农学院的院长。那我们知道中兴大学是我们台湾农业这个方面科系是最强的我们在新化这边有一个中兴林场，有没有听过？还是他们管的中兴大学管到这边来管到新化好神的恩典他不只是在专业学术上有很好的成就担任院长，而且又担任了兽医院，他们设立了一个附属的中兴大学的兽医院当院长，那算是人生这个最高峰了吧。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自高意满觉得满足，他竟然提早，神呼召他说教学生很好，但是救灵魂更好，所以他们就夫妻就毅然提早退休，然后就在台中，他们看到一群年轻人需要信仰，需要福音，所以他们就从无到有也不是长老教会系统有人支持，有中会支持，他们就是从零开始就设立了新盼望教会。刚刚听到他说，原来已经第12周年了，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钦佩，也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卫贤牧师他会走上一个全职服侍的道路那牧师在理解卫贤牧师跟我们教会的关系，我觉得隐约有2个层面，卫贤牧师曾经影响到我们教会的一代。首先刚刚不是讲吗？1990年的时候啦，他就已经到美国读大学，在缅因州的在那边读微生物跟免疫学方面的科系。那个时候等于算是很新的学问。回到台湾，他专门研究鱼病学鱼也会生病鱼怎么治疗？又不能抓上来按那个呼吸怎么样？要怎么样处理？真的是专业的科目然后他因为很会读书所以影响了那一代的年轻人。我记得那个时代我们富强教会的青年很用功读书
因为觉得有一个大哥来带头嘛哈。那时候我们教会虽然还是旧的教堂啊，空间也不大，但是常常有一群年轻人啊，国高中的学生来这边读书会。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网咖，也没有什么K 书中心，他们就来这边读书。后来真的这些年轻人哦，也都考上很好的学校。虽然读好书不是人生全部，但是他们因为有大哥的影响啊，有方面。那后来他们回到台湾当教授，在台中嘛，跟富强教会也没有办法常常联系。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刚好在2000年，就是千禧年的前后呢，魏学牧师跟师母他们经历到圣灵的更新，体验到神的大能，所以他们将这样生命的改变分享到我们富强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富强教会也稍微在推动这方面对这圣灵的认识，所以应该它也是间接的影响到我们整个富强教会以前长老教会比较少接触圣灵的工作，然后在那个时候慢慢我们教会新的一代开始对教会的整个改变，间接就是从魏贤牧师所影响到，所以现在他现身说法了特别是第2堂礼拜，年轻人之前比较少在富强教会看到魏贤牧师，他亲自分享他的经历跟圣经的话，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魏贤牧师来。谢谢，我所敬爱的夏牧师、谢牧师，还有我们的长子，还有我们所爱的所有的家人，还有这个在网络上面的朋友大家平安。我刚刚在坐在下面看到带小朋友这样的唱诗歌，好感动所以本来牧师叫他们要去瞧位置，我在后面说不要瞧，让他们坐在那里因为我好看到这个一代一代的在这边聚会，真的是好多美好。虽然他们会吵，没关系，吵中他们在听神的话，阿们吗？所以很感动，看到我们教会是一代一代的一个成长。我在里面只是认识一个向哥而已他比我老，其他我都不认识OK， 感谢主。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认识耶稣得丰盛的生命。先做个调查，你在这个教会已经聚会超过1年以上的，请起立。1年以上1年以上1年以下都不算1年以上，好，感谢主。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认识耶稣真好吗？好才说嘞，我说牧师说好才说嘞，真的好吗？好，来大声一点，认识耶稣真好吗？对嘛，好，要分享。好，你对旁边坐下来说，认识耶稣真好。请坐，感谢主OK。我要来之前，我用了 AI 画的这个图因为我现在努力在画 AI OK， 那我们认识耶稣得丰盛生命是什么？自由、平安。那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层次里面，就有无限的光彩。所以我把这个元素输进去之后画这一张，我觉得还蛮满意的我送给大家。人生真的不公平别人还是金汤匙我还是塑胶汤匙出身常常会有不公平人长得这么帅，人家是帅哥，人家是美女我是 everyday 哇，昨天怎么差这么多？他口袋都是满满的，我口袋都是空空的。人生真不公平，你觉得不公平吗？这是命吗？有人说这是命哎呀，你要顺服这是命改不了啦，就这样子认命吧，听过吧？尤其我们台湾人说认命就认命认命就是这样子好好的做，好好的做，好好的读。常听到这句话，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满意，我不认命，我就去怎么样算命，改命改运改得了吗？有改过的请举手。你们都没有，我有改过，越改越惨，不改还好，越改越惨。所以，我们命可以改吗？所以人家说会改，能够改，真的能改吗？真的能改吗？圣经我们刚才念的
我们大声来念一次吧，大家一起来，1、2、3，来！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并了。亲爱的家人，约伯记说，你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临到你。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人没办法去改变生命，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道路。但是圣经说，你来认识上帝之后，这些都要被改变。阿们吗？而且改变的时候，你认识上帝，因了你的家里无论大小都要蒙福气。所以我刚刚看到很多小朋友，我好感动。当年我在想到我们20、30年前，我们是一样带着孩子，然后就在后面，然后一直到前面然后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进入第2代、第3代。不要怕孩子吵，越吵越福气，你知道吗？他们生命就会更加的兴旺。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这是我老爸跟我老妈。当年我老爸是号称高雄田寮乡的最帅哥我妈是崇德村的大美女OK， 真的那时候我妈真的超美女的很多人在追可是我老爸比较厉害，因为那时候他们用走路的乡下的，就我老爸会骑脚踏车，说比较快一步，说追上我妈帅哥美女结婚呢，这是一个王子跟公主美丽的故事，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也生了一个像我这个帅哥也是一个儿子，哇，人生到此为这样美满幸福，对不对？阿们但是事情来了，你看我妈快乐吗？如果快乐吗？不，我看不快乐。我爸这个人就是很硬口中作乐其实他也笑不太出来。因为我10个月时候得小麻痹症，现在小麻痹比较少听到，因为这样政府就打疫苗。那我也很奇怪，我那时小时候就老到现在跟现在差不多我妈抱的是我那我爸本来我们在台北住台北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搬到台南来那时候我老爸抱的是我妹那我们真是体弱多病我小麻痹发高烧。39度3个月，哇！如果你当过父母就知道，如果你孩子39度，每天烧3个月，我想你都凉了这个好了，大概也是神经大概也就是破坏掉了。那加上我妹妹很会拉肚子，吃什么都拉怎么都拉，所以我们家里真的不平安。你周末要去拜拜吗？我妈才会拜的，因为我妈的阿公是当机所以我妈也会画符对，会我们家很多的这个偶像，那是我听我妈说的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记忆那越拜越没有平安，越拜孩子都越更惨，因为我们那个前早期，我爸是住都局的公共工程局，所以那分到宿舍的时候很大，所以里面有两个那个家庭，那另一个家庭呢，我们住在一起的，他刚好是大光教会的长老那他们家生4个，那时候4个，人家一样吃一样的水，一样的米，人家都没事呢，每个都健健康康我们家就是天天下力，天天的这个发烧，脚没有力气，已经2、3岁了还不会走路。那为了医疗费，我老爸呢，公务员都是初1领薪水，所以呢初1领了薪水，赶快去还里长因为向里长借钱那住隔壁而已我还认识他，住到我们比较不远大概100公尺内。那15号要去借钱，有借有还说人家才继续借，这样借好几年所以家里真的是很凄惨的状况，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所以你看你再怎么改运改命都改不了，直到有一天我阿嬷呢带我去，听说哪边刚好一个庙很灵很像。我跟你讲，我阿嬷也会拜所以在我这个初10个月到了2、3岁，大概全省走透透了啦这个所有庙宇都拜过了，该吃都吃了，不该吃也吃了，什么都吃了所以一直拉肚子OK， 那听着说哇，哪一个庙非常有灵有侠，
你一定要去。那我妈也说，反正我妈很相信这东西嘛，就带我去了。哇，然后那就坐滑，机筒坐滑，然后东西降下来，哇，开始起档了。然后呢，起档之后，然后跟我妈讲一句话：你这个孩子不信耶稣救不了。我妈吓一跳，机筒跟我妈说要信耶稣降下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降到他身上？变成说你一定要信耶稣，要不然这孩子没有得救。我妈就半信半疑嘞，这真有耶稣这样子，也是差不多全神拜透透了，既然基统在讲了，就半信半疑。那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个大光教会的长老娘，天天跟我妈说，你要去信耶稣，我妈也笑笑，好了其实很多我想进的贝斯的，你们贝斯的来是不是都被逼来的是不是？被逼来的，吃人家的饮料珍珠奶茶不能来不行嘛，对，是那就好。我听完王牧师，在听完之后，我准备绕跑，那个心跟我妈妈一样哈利路亚！今天你来了，真的是恩典满满听了我这讲的话，你就会继续吃下去，没关系，吃该吃，然后有耶稣，有恩典，有丰盛生命，继续有丰盛生命，所以两边都捞没关系OK， 那我妈就不信邪，不去。但是听了这个当地说，你要信耶稣，他就放在心里。刚好有一天呢，我三叔来那三叔呢住我们家几天，他要离开之后跟我妈讲，嫂子我看你们不信耶稣，真的不行了。那我妈问我为什么不行？因为隔壁那边长老在祷告呢，那鬼都跑到我们家来呢，你不信耶稣你怎么办呢？难怪我们家不平安，那个所有的鬼都变安去饼来呢。我妈真的是很害怕，因为什么都不怕，就怕鬼然后不久之后，隔壁刚好不是这个长老娘，是还有一个朋友来说，听说某个教会有一个特会。有一个美国来的牧师很厉害，手一按下去祷告之后呢，他病就会好。你要不要带孩子去看看？他想说反正该去都去了，对不对？不该去的都没有去，那剩下教会去看看，给检看多一个，反正神拜那么多了，多一个耶稣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带着半信半疑就把我带去了。那就这样唱歌啦，牧师讲道啦，然后说大家要信耶稣的上来，要祷告上来排队排队，大家排队。我妈那时候跟你们来了被压来一样，不好意思的躲在后面孩子带着放在后面那说要祷告的赶快过来，大家排队。我妈不好意思排在最后面，我就是跟我妈说你应该跑第一个，那我说病就好了，你就跑躲在后面，我今天办好就是你害的。下次等一下说要祷告了，你要赶快跑快一点我跟我妈说，你就是跑太慢。说今天我的病才得，现在我可以走路呢那之前是连站都不能的，所以我就怪妈说你跑太慢，下次快一点。那牧师真的祷告，那祷告最后妈妈说，你要为你祷告什么？他说我要这个孩子能够站。那我们心里，我妈就挑战这个牧师看这个牧师是他耶稣比较强，还是当地比较强那时候如果孩子能够站我的信耶稣，我们家的神明所有的符全部拿掉。牧师要为我祷告，结果呢，站10秒钟，10秒钟影响我们一生，不是6秒钟护你一生，是10秒钟我就站你10秒钟。我妈吓一跳，已经3年了不会站了，然后10秒钟又趴下去了乱掉。但这10秒钟影响我们家一辈子。她回去就跟我爸说，要信耶稣，因为这个孩子已经10秒钟站起来，站10秒钟了，所以把所有的符拿掉，所有的偶像拿掉，开始来信耶稣。阿们。你看我们家多快乐。跟我妈前面2张差很多吧，这是我妈差很多，对不对？真心的笑出来。我们家，你看我笑多可爱，对不对？旁边是我妹妹
我妈抱那是魏鹏长老啦。啊，魏鹏长老哦，他出生的时候就很快乐，他真的每一张都笑得很快乐啊，不像我前面都补阿明啊 ，OK， 啊，所以我说10秒钟影响一辈子，我们家开始有平安，当然问题还在啦，但是是慢慢的改变，事情没有改变，我的脚也没有全好，但是呢，已经可以跑，我跟你讲，我还打棒球呢，跑很快啊，那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那当初呢在追我老婆的时候，我还可以陪她去溪头跑到银杏林去呢。现在这样不行了，现在都要坐高尔夫球车上去了，差很多。但是就差很多，你看，信了耶稣，生命的改变，家庭的喜乐、平安，读书不见得是最好，但是呢，我在这张秀给各位看的时候，烧了3个月，每天39度，依然可以大学毕业啊。这是不是神恩典？是谁的恩典呢？阿妹吗？神坐在我身上，也可以坐在你身上啊。在医学上，魏鹏是医学科，他知道39度烧了3个月，那时候没有抗生素，没有怎么塞剂，也没有什么降温的嘞。所以感谢主，我的脑筋没有坏掉，感谢主，这都是恩典。所以那短短的10秒钟去经历它，上帝就开始祝福。你看我老爸笑得多可爱，我妈笑得多可爱，真的开始生命不一样。亲爱的家人，什么是福气？你要的是什么？这是甲骨文，福气的福，甲骨文。一个人拿一个酒坛在献祭，他认为最大的福气是跟神有连结。可曾几何时，我们到了我们的楷书呢，我们的福气小到说，祈求神给我们一口甜，然后吃饱温饱就好，这是福。OK，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你要的福气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妈说你要读书哦，不读书哦，这个就人生就 Q 嘎去哦。结果呢，我发现读了半天输给一个卖鸡排的。OK，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想，哇，考到好学校这种福气啊，上帝祝福啊，神明保佑啊。可是读完之后发现，当教授薪水比在我们的那个逢甲夜市的卖鸡排的少很多。真的是扎心了，早知道就去卖鸡排了，对啊。那之后呢？毕业之后你要求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什么？找一个薪水，找个高薪的，然后呢，钱多事少，离家近，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没有这种工作？没有啊，有的早就被人家拿走了，怎么会轮到我们呢？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孩子，毕业之后，哇，好高兴，台积电录用了工程师，好高兴，然后在南科，结果来这边3个月就请妈妈把缴钱缴了，然后呢哭着回家，为什么？受不了。什么是好工作？结果他回去台中找了一个工作，比在台积电的薪水少一半，在那快乐。那我们看到3个月，我们才吓死，他瘦到不成人形了。现在壮到像鸵鸟，差很多。什么是高薪？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呢，之后呢，哇，碰到我们一个美嘉良嫁个帅哥。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梦想吗？有没有人不梦想这样？我看在座都旁边都是一个漂亮的老婆，然后旁边是帅哥很多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呢，2、3年后来找牧师，牧师，我们要去户政事务所。我说干什么？再结婚一次吗？不是的，夫妻关系不好，那生了孩子希望关系更好，结果生孩子关系更不好，因为孩子之间造成夫妻的关系更不好。然后呢，其他孩子长大，结果孩子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好。我们教会就这样子。我这样子，我们现在碰到年轻人的状况是如此。那什么是幸福呢？什么是幸福？我们一生就是穷，五子登科，万事顺利，
这是我们一生的幸福、丰盛的生命吗？那到最后呢，心脏嘣嘣嘣叮啊，然后离开世界。我们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吗？那我们生命是什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福气呢，好像会随着我们的年纪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一个想定跟想法。但是耶稣跟我们说，看我们比你所拥有的知识、财富、成就更重要。他要爱我们，要跟你同在。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去拜拜，跟他许拜，然后呢说困不起我睡不着你让我好睡如果鸡桶你将来说好，我今天晚上跟你回去，你会怎么样？吓死，对不对？你跟他拜拜之后，那只神明说今天晚上要跟你回去，要一起睡觉。你不是求他跟你保你平安好好睡觉，他要跟你回去，你会怎么吓死？7月半拜拜之后，拜完之后，哎呀，你在外面吃买一码就走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你这样拜他了，你会请到你家客厅坐一下，为什么不来你们家？要么你拜他干什么？但是我们的神是说，我要看顾你，20小时跟你看顾你的所有一切，我都要祝福你，与你同行。所以我们转化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生命里面。所以神说，把你所有的事交托给我，依靠我就要成就一切。你的问题不会高过我的能力，你的问题是没有错啦，是小夸大代志，就是大事里面最小的。我们神是里面最大的神，所以他要我们把你所有的难处，无论是你现在是你的学业问题、你的就业问题、你的婚姻问题、你的亲子关系问题、你的财务问题，你的健康问题，一大堆问题。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都这样子一个一个要去找神，那多惨呢！没有拜到怎么办？在民间信仰里面，你这个要升学要去拜什么神，婚姻要求什么神，财要什么财神你如果没有拜到呢，得罪了一个神，那就惨了，对不对？我们神很简单，就一个，他说把你的事交托给我，我就要成就，而且要指引你的道路，就让你每一天有喜乐有平安，你天天有喜乐有平安。虽然有风有浪，但是呢，你每天要像这孩子一样，跟骆驼一样笑呵呵，笑得很快乐，而给你一个丰盛福乐的生命。这是我们要的。神说，我这里面我要赐福给你，在创世纪说，我要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福分赐给你，敬畏我认识我的人就要这样子。所以神这个恩典，刚刚牧师介绍我在2011年被神呼召去开拓教会，不是什么感动是被神糊弄了。神说你这样差不多了，你要不要来开拓来服侍我我会让你一切都顺利亨通。我在想主啊，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当然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决定要去开拓新盼望教会。我们的主要主体是年轻人。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教会12年，让我们全家包括魏鹏，我们全家一起来服侍神那我们的教会刚开拓的时候呢，刚刚看到了台上的比台下还多，服侍人比较多。那我们的主要的对象是年轻人感谢主，我们前2-3年真的是到公园用敬拜赞美，我们有乐团，我们教会有2个乐团有电吉他各式各样的配置，然后用圣诞节一些节庆，我们就到公园开趴让很多年轻人能够来认识神。可是到了2018年，我们遇到风浪那很特别。2018年的时候，那我们同时有4个家庭离开，因为我们教会有70%都是学生70-80%是学生。当这些人离开之后，我们就遇到财务的问题，遇到一些艰难，因为有经验的长辈都离开了，剩下都年轻人那些都是还在刚刚读大学啦、高中啦、国中。
那我就祷告说：主啊，你对我真好，别的教会你都给王雪红，广达很多这个 Morris 这个台积电张忠谋你给我的都这些你对我真好你糊弄我把我骗来了你真的都不错，对我真好。神没有说谎，神没有说谎。像今年那时候我已经是50。我是55岁，大概是快59岁、58岁左右。你知道我5岁就在教会长大刚刚牧师有介绍，然后我在高中、高3高4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OK， 那在这个过程中里面，我信主大概50年。我们说信耶稣真好。哇，我们这个神真棒的你看这个图，在风浪中我们都你看这个门徒啦，这个就去收风帆啦，有人在舀水啦，有的人在那边掌舵啦，他们忙得要死，看到耶稣在船尾里面睡觉，那你说耶稣啊救我我们快死了，耶稣说风给我止住马上止住了。我这故事也读过 N 遍了，讲 N 遍，结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没办法去经历它。话语是可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神真的这样子好吗？真的可以这样帮助我吗？那我就一直祷告，祷告之后，神跟我说话：“你是真的要玩真的玩假的我那不敢讲嘞我到这个开拓的教会还要再玩下去，还是玩还是只是一个这样子平静，有很多的人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看前面这样子很多的人很多的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很热闹，那人也不少。那神说是我把他们带走去了，那你要不要？我说主啊，你对我真好，我考虑看看。亲爱的家人跟朋友，牧师会软弱呢，所以要常常为夏牧师、谢牧师祷告，要长子祷告。牧师也会害怕，我跟你讲真的很害怕。那我再继续祷告神跟我说好了吗？想好了吗？我说再等一下。我说好啦，勉强啦，继续下去，撑下去。那上帝说，那我给你的人是孤儿寡妇，你要不要？我说你真的对我太好了，没有把王雪红带来，还要把这些人带来我说主啊，你真好真好，真的谢谢你哈利路亚那我跟师母讲说，我们可能准备包袱准备好，然后门关一关，准备走人。那祷告之后，我跟神说，主啊，我愿意留下来，但是你要像当年摩西一样跟我上去，跟我走，你要帮助我。然后神就没说话。那是在2018年这是大概是4年前。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虽然人很多的时代，也有很多的长者，那我们的年轻人很多。我们从第1年到第8年，每年的结算都是 minus。你说牧师怎么不紧张呢？不害怕呢？可是从2018年之后，每一年都正的，阿们吗？哈利路亚！不知道钱哪边来的。那当然，我们互相长老教会蛮支持我们教会常常给我们资助，还有我们的长子我们的很多，但是还有更多你想不到，都是非基督徒，竟然赞助我们，甚至赞助我们一笔钱去关怀我们的邻里的这些的边缘户。那我们就在今年收到一笔很特别的，非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很厚的一笔。让我们去拜访10个慈户，让我们给个很大的红包。让我们去拜访他们，像这一户，他因为他孩子有精神上的问题，这是台中市政府列管的这个低收入户、边缘户，
感谢主，12月3号要受洗，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他说：“牧师啊，你来之后，我们家里有平安。我那个儿子现在开始在工作了，他是重度忧郁症，在吃药的，现在在工作。上帝的带领开始工作。那我带着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孩子去拜访，去为这些的生病的、躺在家里的祷告，也为这些忧郁苦苦的祷告。他回来跟我说：牧师，有没有机会我们再去？为什么？我们很幸福。对，他们感觉他们很幸福，因为认识耶稣真幸福。看到他们之后，他们发现我们真的幸福，很喜乐。阿们。所以我们刚才问你，认识耶稣真好吗？阿们，真的好，好太多了。阿们。但是神为什么要跟我讲这句话？他说你要像约伯一样，曾经风闻有我，没有经历我，所以神要我经历他。哇！我当时真的很感恩，到现在很感恩。为什么？神恩典满满在我们中间。我们昨天刚刚庆祝完12周年之后，我开车下来哈。那我们昨天听到每个孩子，因为我们教会孩子在占大概是现在大部分是80%左右，然后越来越爱神。然后他们在说这段时间里面12年里面，他们怎样在生命中的成长。我们这边有很多都是爸爸妈妈过世的，或是单亲的，都是爸爸过世或妈妈过世，或者是很多的家庭的问题。但是我看到每一个人的成长，然后修复跟夫妻的爸爸妈妈的关系，我很感恩，我跟师母都流眼泪，很感恩。他们一个一个都蒙神的祝福，那每一个人都，你看到我们这真的真实的笑脸不是那个不阿明虽然他们不是读书非常的top， 可他们都每一个人走在他们的生命道路里面。像最左边的左上角那个，他读台中一中，他说立志要成为补习界的名师。感谢主，今年已经达到是补习界名师。现在从台北、嘉义、彰化、丰原，他都是名师每个礼拜将要坐高铁这样的来回。阿们吗？所以孩子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带领中，生命都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哇，很感恩，我是看到神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他们有个平安，而且呢，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亲爱的 Best， 你们来，今天是爆点赚到了你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这都是黑暗的权势，他不喜欢你变好，他会跟你讲，你命就是这样子。没有救了，没有办法了，没办法改变。可是耶稣说：“我来让你生命得更丰盛。”阿们吗？让我们生命更丰盛。最重要的是你有喜乐、有平安，这个丰盛。家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放心，我胜胜了世界。”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在工作过程中，在结婚的婚姻中，在养儿育中，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上面，一定难免会有一些困苦。但是你有喜乐吗？像约伯一样，他虽然很苦，但是他有喜乐，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你知道你有个神与同在的时候，你读书都不是问题，你生病你都不是问题。你要知道神要医治你，你在财务上有困难，神要供应你。在我的教会里面，电视都是要祷告来的。同工说：“牧师放弃了，我奉献，我买电视。”我说：“不行，继续祷告。”3个月之后，有人打电话说：“牧师，你要一个52寸的电视吗？”我说：“阿们，这个需要。”然后他给我电视之后说：“哎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音响有没有 CD player， 有没有喇叭，有没有这个？”我说：“不好意思，我们教会势必他说：“真的吗？好，全部给你，都给英国制的。”哇，阿们！所以你要的向神求他就给你。当然，这个是很粗浅的，你的需要，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会给你的平安，让你们心中有平安，不要忧愁。这都是神与同在的，你不要怕。环境虽然在变动，不管现在环境怎么样，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爱的。所以当你信主之后，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一起来念1、2、3，来。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儿女。所以怎么样？
信耶稣之后，你不是人了，啊？你说啊，信到不是人，是啊，你变成神了，哈哈哈！因为是神的儿子，这当然是我 AI 画的漂亮啊。OK， 因为你已经超越人了，你是像神一样，因为你有耶稣的形象，你已经把世界的这些的东西，你已经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你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要有神的眼光，你已经像神一样的一个平安、有喜乐、有能力。这是我跟你讲的，就是你要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家人，虽然你信主很久，跟我一样很平安，神很祝福，但是神说我要给你更丰盛，是什么？你要像神一样，阿们吗？你是神的儿女，那你是不是神？不敢讲话啊！你是神的儿女，那你是不是神？不是。是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你是在地面上，只代表现在这么在地面上，你是代表神国的大使，你是神国的儿子，现在派到地面上嘛，所以那是个丰盛的生命啊。那丰盛是什么？你自己得到祝福之后，你要去祝福别人，阿们吗？这段在台语没有讲的，因为牧师说我们台语国语堂的这个灵命更高，所以把更好的留给国语堂。OK， 因为你们像神，我们都像神一样。我们不仅得到福气，得到祝福，我们也要去祝福别人，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觉得他最凄惨，他的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那个同学觉得我像猴子，像八七一样。可是当他出去之后，发现了哇，神祝福他很多，他觉得他需要去祝福别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base，你要经历神的丰盛，经历神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蝴蝶、毛毛虫，到底右手边的蝴蝶是毛毛虫还是蝴蝶？你说它不是蝴蝶吗？是蝴蝶，它是毛毛虫，你也不能说它不是毛毛虫，是蝴蝶又毛毛虫，到底是蝴蝶毛毛虫？我们基督徒这样子，你是神还是人？你是人还是神？就两个混合在一起，你是神人。OK， 所以你有神的形象，阿们吗？你跟你左右说，你像神一样，来。这就是丰盛的生命。神要让你像神一样，就像看镜子一样，你看到耶稣，你没有看到王慧贤，没有看到你自己哈。你是丰盛的生命，亲爱的 best， 你今天被逼来听我讲道，真的很痛苦，没关系，好，但是忘记也没关系。今天王牧师要特别邀请你，要尝尝主恩的味道，知道它的美善。一个苹果你不咬下去，你怎么知道酸还是甜的？咬咬看吧。那王牧师说，我们的家庭，我妈妈10秒钟影响我们一生。那我在痛苦中，神说我要让你更丰盛，我很兴奋，而且兴奋了3、4年，而且更兴奋。为什么？我们来的路上，我们看到神跟我说13期新章，超越期待。跟我们讲什么？因为我们刚好12年嘛，进入第13年，这是新的一章。要超越期待我们跟师母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神跟我们说，哇，我们要更丰盛、更恩典。愿神祝福，把这份的福分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好，我们坐着，我们一起来回应诗歌。不好意思啊，打错，因为我的 PPT 已经送来了，没办法，我改了一个歌词啊，不好意思啊，那个通通换我第2个哈，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档案太大，我就云端让他们下载哈，那。是后来那个就是恩典满满那个恩典 OK。那你听完之后，在王牧师身上的神跟在这里的神一模一样，他能做的事情跟我们一样。OK， 我们一起来唱相信今天的恩典要临到你，说你来了，你赚到了哈。如果我同工可以来，我开拍手哈，同工可以帮我唱好来。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阿们，宣告。瞎眼的看见，难不变为跳舞。哈利路亚。一切伤疤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阿们。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哈利路亚！一切伤疤都填满，
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宣告你的能力护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要相信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降临，今天要降临了，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神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亲爱的家人，你的事没有难过我们的神。被此的我鼓励你，真的试试看，试试看来认识这个神。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好物，一切伤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国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护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是我们的宝珠，神要祝福我们，让你没有缺乏，你的钥匙护着的，遵循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你的钥匙护着你，遵循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灵力护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你护庇我，战胜试探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你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人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神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要神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真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这时候我要请我们所有的兄姐把眼睛闭起来，包括在直播上面的线上的，我们请你眼睛闭起来。你听完王牧师的讲道，我要介绍你这个耶稣，你所相信的耶稣跟我相信的耶稣是一个。亲爱的互相长老教会的家人，如果你现在遇到的一切的难处，你就像牧师一样，神让我们就是要让你真实的遇见他。你要相信你的问题在神没有难成就的事。这时候如果你有健康，有婚姻的问题，
还有财务的问题，需要有人为你祷告的，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等一下，我请代祷团队跟长老为你祷告，有吗？我也需要一个人为你祷告。谢谢楼上的，谢谢。还有吗？谢谢，谢谢。还有那放下，还有吗？我们请好，举手就放下，请放下。好，代祷团队跟长老，等一下可以为他们祷告。还有吗？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说平安一点都不平安，你知道吗？因为问题太多，不敢拍谁？因为我的神，好不好？在这个机会，有需要代祷的人请举手。还有好，这边还有，这边如果这边代祷团队跟长老可以来帮忙一下哈，上面也有哈，上面也有，来这边有，这边有，来为他祷告一下哈，这边有哈，谢谢。好，换一下哈，来，好，继续眼睛闭着。有没有我们 base 的？今天神透过王牧师跟你说，这个神真好，有没有想试试看？10秒钟呼一声，神要祝福你。有愿意你愿意接受成为神的儿子吗？如果这个打算的话，请你举手，我们要为你祷告，有吗？有啊，你愿意成为神国的儿女，你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你成为神国的人，你的祝福要满满，等一下成为神的，有没有？你今天有没有说我愿意来试试看？你不要很用力啊，你要试试看，就咬苹果，要咬下去就知道了，甜或酸的，你不需要很用力咬它。谢谢。还有吗？有人需要问你，你说我这要来跟随他，我要来认识他，有没有？有的吗？不要客气哦，叫我妈跑太慢了，害我没有痊愈哦。跑快一点的，这个才痊愈哦。好，有这边有啊，来这边请我们的代祷团队这边穿黑色的衣服，还有长老啊，为他祷告。OK， 好，最后我要请牧师为你做祷告。好，我们刚刚王牧师有呼召，第一个部分是，你可能也是基督徒，或是还没在教会，但是你有需要代祷的，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健康或是家庭，愿上帝赐福给你。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只要你找我们教会的同工，他就为你祝福祷告。不是谁有能力，是上帝有能力。就像耶稣他应许说，你来信我，就必要得着丰盛的生命。第二个，我们这一次幸福小组，每一个小组呢，就都已经有人决志说要受洗。也许有的今天他的时间不方便，没到这边来，所以这个时候牧师要为这一群已经决志以及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请你大家全部把你的右手放在心上，牧师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愿神的应许，愿神的祝福，愿神的恩典都临到你。只要有信心，就必得着。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王牧师，你忠心的仆人，将他生命的故事分享给我们。主啊，我们为在座或是在网络上、线上有弟兄姐妹，他们有心灵上的困扰，有病痛需要得医治，有家庭或是工作事业的需求需要神来改变，也有健康需要医治的。神啊，你是知道我们内心的神，是知道我们软弱的神，所以你要赐力量给我们，你要赐平安给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啊，求你将这样的恩典今天就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位渴慕祈求的人。我们要感谢你，透过7个幸福小组的邀请，很多我们的 best 慕道友，他们已经决志签了受洗卡。主啊，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时刻，求你将这样的祝福应许体验临到
这一群受洗决志的弟兄姐妹身上。有的心中也许还在考虑，或是还有很多难处没有突破的，也求你亲自动工，让他们知道认识耶稣真的得丰盛的生命，认识主耶稣真的真好。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真心渴慕追求的弟兄姐妹，愿神的丰盛恩典赐给每一位来到主面前要得着丰盛生命的人。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用拍手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你，刚刚王牧师的呼召跟牧师的带导，你不要以为说就是一个流程而已啊，一个故事而已，不是。只要你真心祈求，神就要应许你，要进到你的生命，改变你。就像王牧师他说，10秒钟改变他的家庭，不只是改变他，也是改变整个家族。好啊，在我们交给我们的诗会之前，我要先代表教会来谢谢王卫贤牧师还有师母，我们请他们站起来，再一次拍手，谢谢鼓励他们。因为这一次王牧师来到我们回到我们教会，那他们就刚好邀约特别他妹妹刚刚不是有3个兄妹吗？他妹妹特别从美国回来，全家他妹妹已经有儿子、女儿，还有女婿，还有媳妇，还有孙，他们第一堂都有来啦。但是他们刚好很难得从美国回来，他们再等一下就邀集他们的家族不是王牧师的爸爸的家庭，还有妈妈的家庭，一大群人一起来祝福，因为从国外回来要见面所以现在我们要先谢谢王牧师，他们要先离开，因为他们要赶场就对了。我们先谢谢他们请他们先离我们慢慢来，慢慢走慢慢走。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诗会来带领我们来做奉献等一下做报告。奉献。我们在座有新朋友来你还不了解奉献是什么意思？不用奉献没关系奉献是基督徒一种感恩的表现今天的新朋友、好朋友还没有概念，不用奉献没关系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后面的本页经句。今天的经句是《申命记》31章第8节，我们用华语来攻读2次。开始，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申命记31章8节，再一次，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申命记31章8节，我们周报第2页是内容是我们的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服事同工留意。第3页是我们聚会的讯息，我们请大家浏览。第4页是我们肢体交通，我们为王牧师他们新盼望教会，为他们来关心，为他们祷告。第2点，我们今天是第2次的公告之前的长职选举的名单。第3点是我们下个主日要召开小会，请各位小会员要留意时间跟开会的地点。第4点，我们11月26号举行感恩节的奉献主日，等一下牧师就针对迎接社教50喜年以及感恩节的奉献的内容会补充说明。第5点，我们第6期的幸福小组进入第30层了，我们也为 Best 来祷告，能够求他们心感动受洗，时常来教会跟我们相聚会。第6点，代祷团的荣耀丰收禁食祷告邀请我们，在11月1号到21号3个礼拜，请大家踊跃去到1楼的地方有公布栏来填写，也依照你的填写时间来禁食祷告。第7点，12月3号主日礼拜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相关同工，请留意当天的1点半在3楼副堂举行相关的资料以及预算的策划，请用电子档，然后交给我们秀文干事。第8点，12月17号主日举行圣餐与洗礼仪式，我们为这件事来祷告。第9点，我们50周年庆的筹备委员会教育历史建制小组，征求我们一些比较资深的会友，如果手上有一些我们历史性的资料，比如照片、周报或是程序单，一些值得来提供的，请提供给我们办公室来做扫描，也可以来送给我们教会也是无妨。谢谢大家。还有一个恭喜的是我们来春节，他参加了读经学会的圣经朗诵比赛，有很好的成绩，以及我们林清老师所指导的陈以乐同学也都有在音乐上的造就上，小提琴的比赛上都有好的成绩，我们都与有荣焉，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接着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哈，在介绍新朋友之前，牧师做一个补充，就是说我们刚刚邀请了王牧师来做信仰见证哈。那我们的下一次还有一次12月10号，大概快1个月之后，有这位庄雅慧中医师，他要来第二棒来见证分享。我们在座的 Best， 你都觉得我还想要更清楚认识上帝是什么？上帝到底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你还在追求还是想更知道，你邀请好朋友在这一天再来当然，我们已经有好多位已经决志要受洗的请你把那个受洗单交到教会来，我们会安排同工来跟你解说信耶稣是什么，受洗是什么领圣餐是什么，这个要稍微跟你做一个介绍所以这个庄雅慧医师在12月10号那一天要来我们这边，像今天一样，把他最棒的信仰的生命的改变分享给大家有人可能会问题就说，哇，牧师，你们邀请这些都是在社会有成就的人，什么名人开讲，那我又不是名人，又不像
他有多么好的成就，那我听到底对我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就要想一个地点，想一个点。我们说，他们这些在社会有成就、算是名人的部分，都需要上帝了。那像我这个普通人，为什么还不是更需要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些在社会顶端的人，他们都有软弱，需要上帝。那我们这个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我们更需要上帝啊！所以，请大家勇敢的走出这一步，好不好？好，我来介绍新朋友哈。今天有好多位贝斯的来我们当中，第一位是孙天凡，是不是？孙天凡弟兄，孙天凡弟兄在这边，来，请他站起来，让我们欢迎孙天凡。是我们信南兄的朋友哈，欢迎你来参加哦哈，欢迎欢迎。第二位是张白，是不是？张白姐妹，哎，欢迎你，张白姐妹，她是我们宝贝幸福的贝斯的哈，宝贝幸福的贝斯的哈，欢迎你。第三位是古丽迪姐妹，丽迪姐妹，哎，欢迎你，她是我们锦绣姐的同事。锦绣的同事这个不是要给你拍照当档案，不是，是要欢迎你的，因为我们会把它po在我们的教会的群组，让大家知道，刚刚到底要介绍这个古小姐是谁呀？当然，如果等一下要让我们拍你的真面目口罩拿下来更好了不过不是强迫的好，感谢主，来，再来还有是我们的郑义奇弟兄，是汉安的大学朋友，他是祈愿幸福的，哇，这位帅哥没有戴口罩，可以拍一张，来拍一张还有一位贝斯的是我们的叶松颖弟兄，叶松颖在哪边？在哪边？叶松颖弟兄在楼上，欢迎你。他是我们果真小组的帅哥很感谢主。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贝斯的，他们因为可能这个时段，因为我们普通还不是在教会的人礼拜天就是他们的什么social的日子，或是郊游的日子，或是跟朋友约的日子可能有一点时间上不允许，但是我们继续关心他们，因为我们还有下一次的我们的名人开讲，我们还有1个月，我们在12月17号要举行洗礼，我们请继续努力为他们祷告，因为要决定人生的改变不是那么简单，要么就是圣灵感动他，要么就是他自己认清了耶稣是他所一生的追求牧师做最后的补充就是我们呢在11月26号有感恩节的奉献主日，那是邀请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周报已经报告说我们50周年开始要收集历史资料了，那同样我们要为了迎接50周年，在2026年的8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起跑了，就是为了要在各方面软硬体借由庆祝50周年。50周年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节期，是50喜年喜年我们需要在各方面都成长，无论是门徒的造就、传福音、我们的硬体的改善还有包括我们整个活动的各方面，我们需要一个专款来做这样的筹备，还包括历史我们要整理这些历史史料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来响应借由感恩节一个奉献，能够参与这个重要的事工，在50周年的时候，将最好的礼物奉献给神那等一下我们的贝斯的，如果你不急着离开，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在2楼有一个简单的午餐我们有很热情的这些义工要来招待你我们请我们的陪伴贝斯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们到3楼去一起聊天，一起认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要来做结束。颂荣，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我的神我的王。随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指导。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说认识耶稣要得丰盛的生命，这时候牧师要代表求上帝将这样的恩典丰盛的生命赐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王牧师所领受到他生命改变的故事，他得着丰盛生命的故事，得着上帝赐恩典的故事，分享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贝斯的。愿上帝的恩典与每一位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恩典与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新朋友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